大家早上好，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写的，我写完了之后呢，一直默默的在想，这几句话，我想应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管是我们修行人啊，出家的修行人或者是皈依的三宝弟子，我们都应该要注意，而且是我们一般社会的人士。我们大家也慢慢来了解，原来怎么样能够追求，让我们快乐啊，离开痛苦啊，我们得到最大的富有啊。我们不要距离，我们要抛弃这个贫穷，让大家生活安定啊，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快乐，各位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乐莫大于无忧啊！你要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世间最快乐，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夸耀的我们觉得这个人太快乐了，太享福了。那怎么样才值得我们这么来赞叹他呢？就是无忧，无忧。这个人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他什么事情都看得开，什么都放得下。他知道因果观念，他心里面毫无挂碍，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嘛。对不对啊？随缘尊重随缘欢喜随缘赞叹。你看他非常每天都非常的快乐，内心那一种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执着，没有任何的仇恨，所以内心当中没有忧愁，他过得最快乐的。这个人是最快乐的人，所以快乐莫大于无忧。怎么样才会快乐？就没有忧愁，就最大快乐，对不对啊？没有忧愁嘛。不会牵肠挂肚的，不会担心受怕的，所以这个人是人世间值得我们大家为他喝彩喝彩，这是一个很幸福快乐的人。苦莫大于多欲苦莫大于多，痛苦从哪里来？最主要的是因为多欲，太多的欲望过去各位知道吗？有一个画家有一个画家。他要找一个最庄严的人，准备画这个佛画佛。但是佛呢，佛像一般都是很接近、很类似，所以他觉得这个不是很生动。那现在怎么办呢？他想要找一个活生生的人，看起来像佛一样。这样子，他就准备找个对象来画一个佛。结果他一直找，好不容易到一个寺庙看到一个和尚很年轻，非常的庄严，他的动作非常的端庄，走路非常的稳重走出来的一看，他好像满心欢喜他看着这个人就像佛他就跟这个法师商量了，法师你大慈大悲我要画一尊佛，你给我当模特儿好不好？请你当我的模特儿。结果这个法师就同意了，为什么？他说如果我画好了，我有一笔钱，一笔财物给你供养你这个法师很开心好不好？好，来，我们就两个约定。结果呢，他就画他的外表这个形象，画好了之后哇，一举成名名气大噪知道吗？因为他画的太惟妙惟肖了，就像个佛在笑一样，非常的庄严。结果成功了，一下子名气非常大。这个按照约定，一笔钱呢就供养这个法师这个法师得了这一笔钱了以后哇，糟糕了，他心被这个欲望迷惑了。他想，我身边有这么有钱知道吗？他就花天酒地知道吗？吃喝玩乐每天就去玩如果就是玩到最后钱花光了。没钱怎么办？去抢去偷去杀人为了得到这个钱财，结果他不择手段的就做。为什么？他因为已经乐在其中了，他一定要有这个钱，他要让生活过得很惬意这样子。没想到一直堕落，不断的堕落，不断的造罪业，
结果你看，隔了一段时间，这个画家呀，画家就心里面想啊，哎呦，人家我以前画佛很成功，现在我要找一个画一个魔了，画一个魔。哎呀，到底要找哪个对象呢？想来想去，好，应该到监狱里面那些作奸犯科的人。 都杀人放火的人，那是最难看的，那个脸一定最凶残的。好，我到那里面去，但是没想到，各位你知道吗？刚好这一个出家人呢，各位，因为钱花光了，就是杀很多人呢，结果被抓走了，关在监狱里面。 关在监狱，刚好这个画家呢就到了监狱啊，要画一个魔嘛，就找，一看那个人呐、脸上就像一个魔的那个脸庞啊，脸庞。他说：“哎呀，就跟他商量，哎，我想要请你当我的模特儿，画一个魔，你说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啊？我们商量好不好啊？”结果这个人怎么讲呢？突然间，他嚎啕大哭啊，跪在地上一直哭。当时你画佛的时候要画一尊佛，你找我；现在画一尊魔，你也找我。为什么会今天堕落在变成一个魔呢？为什么？因为欲望，他被这个钱呢收买了。 他没有节制，结果呢，奢侈浪费，非常的奢侈。结果你看，欲罢不能啊，到最后走向很悲惨的下场。各位，钱多财多不是福啊！你没有去好好把这个钱做善加利用，结果呢，被钱给买走了。结果你看，哭莫大于多欲啊，因为欲望太强。 太旺了，太盛了，结果你看造罪无量，这哭啊，痛苦无穷啊，不断的好像一个连续剧一样一直上演。富莫大于知足啊，我们要最富有的人是在哪里啊？知足满足吧，我不欠缺，我什么都够，所以这个人是最富有的，各位对不对啊？对不对？最富有的。 只要懂得满足啊，那我生活就非常的稳定，对不对？很平安吉祥，所以这是世间最富有的人。那知足、懂得、知道要满足的人，他没有欠缺，就快乐了。贫莫大于贪婪呐、为什么会贫穷？为什么会贫？贪婪呐、贪婪就是太过于要贪取，各位。 想要贪，又想要去占有，要想得夺，要去夺到别人的东西。以前呐，我记得讲到这里啊，师父就想到有一个农夫他去耕田呐、去翻土在用那个锄头在铲土的时候，无意之间呐、挖到了一尊阿罗汉呐、阿罗汉挖到了，那个罗汉呢是什么？全部都纯金打造的呀，纯金打造的。哇，这个农夫高兴得不得了啊！所有左邻右舍啊、亲朋好友啊，大家都为他高兴开心哦。哇，一个纯金的，那还得了吗？价值连城啊，不得了！这个太幸福了，你这个人运气太好了，大家都羡慕啊，都很羡慕他，赞叹他。没想到隔不到1个礼拜，他愁眉苦脸呐，每天唉声叹气的坐在椅子上面，就这么一直头低低的垂头上去，打不起精神。这些所有的朋友啊、家人啊，问他为什么你不开心呢？他说很奇怪呢。因为罗汉是18尊呢，有18罗汉呢，我才挖到1尊，还有17尊，到底在哪里呀？你看，这个人，你看他得了1尊，他不满足，他想说我还有17尊，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找到，这样子才符合罗汉18罗汉呢。为什么只有挖到1尊？这不够的啊！你看这个人呐、贪婪，一旦贪婪了，永远都痛苦，永远都痛苦。1尊不够，他要另外找17尊的。
你看，要来填补，怎么样让自己的心里的欲望能够达成？所以各位，贫从哪里来？在贪婪来的，贪婪来的。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对不对啊？好，世间我们一切要看开哦，一定要放下哟。各位，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啊，我们面对着死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之前经常跟亡灵来比如说佛法的开示的时候，我提醒他们，知道吗？生死由来一梦中啊，生死由来一梦中。何必争取富贵翁呢？来时空也，去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哪一样东西在你手里？你能带得走吗？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只有你的业。业是什么？那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业就是你的善业跟你的恶业。你做善到善的地方，做恶到恶的地点，堕落在恶道里面受苦。所以只有业随身呢，业跟着你走。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来这个世间，并不是想要占有，不是想要占有，我们是要能够奉献。尽量广结善缘，那你人生的意义不断的向上提升。所以师父提供把这一章呢给各位大家做参考祝福大家呢以后前途光明无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